整鹽焗豬手到底係先焯水啊，定係直接落鑊焗呢？如果你係直接落鑊焗，咁就真係笑甩人隻大牙啦。9成9嘅老廣都係對豬手情有獨鍾。今日花1分半鐘學識呢一道家庭版電飯煲焗豬手，全程唔使加一滴水，整出嚟椰香味濃郁，鹹香適中，軟糯 Q 彈，就連80歲冇牙嘅阿婆都可以食得到。埋嚟睇睇我係點樣整嘅，有3個關鍵步驟。第一步，冇人要嘅豬手斬成細件，呢一步亦都可以叫牛肉佬幫手處理。關鍵係加啲鹽，加啲清水浸下佢，可以去走佢嘅臭腳味。第二步，記得凍水落鑊焯下水，焯好之後咧撈起清洗乾淨。第三步，加啲豉油，加啲蠔油。好食嘅關鍵就係加一包呢個五指毛肚鹽焗粉，佢係粵菜大師傅精選五指毛肚研磨成粉，經過10幾道工藝調配出嚟嘅，椰香味濃郁，鹹香度又啱啱好。平時用佢嚟整鹽焗雞、鹽焗海鮮都係非常正。跟住再倒入些少900年嘅花生油，用你發財嘅小手快速撈勻佢，醃製20分鐘入味。電飯煲底掃多層油，加入薑片、蔥段，放入醃好嘅豬手同埋剩低嘅醬汁，梗蓋暗煮飯件，大概40分鐘就 OK 啦。咁樣整出嚟嘅電飯煲焗豬手，椰香味濃郁，鹹香適中，皮脆肉滑，真係超級正，一定要翻屋企試一試。咁呢款秘製嘅五指毛肚鹽焗粉，唔知道喺邊度可以買到嘅，可以睇睇視頻左下角就有同款喺度等緊你，記得唔好錯過啦。